我都唔敢認自己係何鴻燊個女。賭王千金何超瓊講述自己成長經歷，好多人呢係以為我由細到大出世，即係所謂嗰啲含住即係銀匙羹出嚟，其實唔係嘅，因為大家都知啦，我媽咪唔係第一個太太。喺我媽咪嫁俾我爸爸嗰個年代呢，即係60年代呢，香港呢，即係好奇怪，佢係容許有多婚制，但係呢，因為又有英國人嘅統治嘅制度呢，又好即係又唔，我媽媽係一個好傳統嘅人，所以佢呢就唔會行出嚟自己認自己係何太。我頭10年，我生長嘅頭10歲，我係知道我自己有個媽媽叫做藍小姐，即係出街唔會人哋稱呼佢做何太太。咁我其實你可以想象，我頭嗰10年，我係喺一個其實都幾辛苦嘅情況環境底下，因為咧我翻學校咧就話喂，呢個何鴻燊個女啊，喂佢讀書考試考得好咧，梗係先生偏心佢啦，因為梗係何生即係俾咗啲咩好處啲老師啦，咁啊梗係唔會啦。我都唔敢認自己係何鴻燊個女，因為阿媽猛叫我嗱，你唔好周圍講俾人哋聽啊。咁佢嗰陣時冇解俾我聽點解啊，淨係話你唔好周圍講咁多啊。總之人哋如果唔問你，你又唔好自己喺度講啦。翻到屋企咧，調翻轉頭啦，阿媽咧對我嘅要求期望好高啊！喂，你考第2咧，佢都鬧你冇出息嘅，即係要考第1先叫做有少少好啦，你都叫落咗功。咁你諗下，其實我由細到大已經係好受呢個即係好大壓力、好大矛盾。何超瓊之前接受內地節目訪問，表示對自己影響最大嘅人唔係爸爸何鴻燊，而係母親藍瓊英。藍瓊英早喺1957年14歲時完成學業，冇耐就被當年36歲嘅何鴻燊按大清律例立為妾，從此一生傳奇。子女成才背後，藍瓊英功不可沒。佢特別對長女何超瓊嚴加管教，從小就教育子女要獨立，無論工作又或者談戀愛方面，藍瓊英都會加以看管。